放伫遐远呢，也袂用当做规了，只有迄伫遐伫外面的定。约翰福音书的写法是真无共款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咱若起来甲伊对照，也有真侪无共款的所在。好，咱会当了解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共款的资料，确实有无共款强调。拄亲像咱今仔日所咧读的路加，路加这本福音书的主题是关于悔改。伊认为人若是悔改，会得到上帝特别的恩典，会当改变上帝对人的态度，还是讲改变上帝受气咧规一个路径，就是悔改。所以路加对开始咧讲到悔改，到伫各各他12个所在，伊咧讲耶稣身躯边有一个人。伊也甲伊当顶12个用反悔认罪心，就是伫迄个瞬间，伊嘛通得到耶稣基督的接纳。咱咧看路加即个读者用即个做中心，咧编辑即本福音书。勇敢的人无需要医生，
看边的人就对。即句话真侪人摕来用，但是佫较重要，应该是第32节即句。耶稣讲，伊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毋是要招好人，是要招歹人来悔改。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，阿明。